来看正拍拼伫台湾发展体操运动的瑞莎哦，今年嘛要举办随身杯韵律体操的国际邀请赛，邀请美国、马来西亚、乌克兰等9个国家200多个选手来台湾比赛交流。选手对音乐、做彩带、舞棒、甲球类等等项目的彩排甲练习，姿态是优雅佮自在。这个小小的选手，拢是来参加随身杯韵律体操国际邀请赛。是拿了什么项目的金牌这样子？球跟带是金牌，有一些动作是新的，然后比较难，所以我要更专心在这些动作上。西班牙棒第1名，然后环第1名，全能第1名。我想要比之前更好。2个小小的选手拢是艺人瑞莎的子弟兵，而且前2阵仔打伫土耳其甲西班牙比赛摕到好成绩。即届伫台湾办比赛，要甲美国、甲菲律宾等等9个国家的选手来车拼。I had a lot of competitions in America, and then I won about 6 first place. 2017年世代云后台湾办的最大的音乐体操的国际赛，他们是第1名或第20名，我们还是要一直不停止的努力加油。成立体操队以来，瑞莎一直带选手出国交流。因若进前伫全国韵律体操锦标赛，选手的成绩普遍拢较低，引起分数无公平的争议。伊即马敢若希望比赛会当公平。满12岁才可以成为国手，相信有一天一定会有的。有公平公正才有发展。这一次邀请的一半是外籍裁判们，一半是台湾的裁判。讲到未来的目标，瑞莎讲会搁带这个囡仔兵参与搁较侪国际比赛。期待未来继续培养选手，持续为台湾争取公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